全書總結，我的財富自由手冊，才女到才女的人生必修課是一部面向年輕女性的個人理財全科工具書。作者亭主以自身從才女到才女的成長軌跡為線索，將多年理財實踐與諮詢經驗拆解為一套可操作、可複製的體系，幫助讀者在不同人生階段既能管錢又能升值。全書內容龐雜而層次分明，下面從主旨、結構、方法與啟示4個維度作系統梳理。1. 寫在前面，財富自由的真正含義。作者首先提出，財富自由不等於擁有巨額財富，而是讓金錢成為實現自我價值與生活方式的槓桿。他強調，財務獨立能帶來選擇人生的自由與安全感，是女性人格獨立的重要支點。2. 全書結構與核心觀點。1. 跳出誤區，開啟財富之路。開篇列舉了社會及個人對金錢與理財的10大常見誤區，例如投資就要搏一把，賺錢太少，不用理財等，並剖析其心理根源，幫助讀者先清理觀念地基，再談工具運用。2. 把金錢放在你的價值所在之處。作者認為人才是最大的資產，如果把金錢投入到自我提升、學習、健康、人脈所產生的複合收益，遠高於單純追逐高收益金融產品。3. 給自己的財務狀況把個脈，通過應急備用金、負債比例、家庭保障缺口3項指標，讓讀者先做體檢，再制定後續計劃。4. 明確你的理財方向。本章給出 SMART 式理財目標，具體、可衡量、可實現、相關性強、時限性，並區分短期少或等於1年，中期1至5年，長期大於5年3類目標，對應不同流動性與風險策略。5積少成多的強大力量。作者把記帳、預算、存錢大戰稱為理財3件套，通過案例展示如何把任意收入先付自己，再用強制儲蓄與延遲滿足形成第一桶金。6建立4個帳戶，確保理財安全。書中引入標準普爾家庭資產配置圖，並將其落地為4大帳戶、安全帳戶，覆蓋6個月家庭支出的貨幣基金或活期；時差帳戶利用時間差獲取中等收益，如短債基金；退休帳戶長期資金，承擔較高波動；夢想帳戶可承受高風險，用於槓桿投資或創業夢想。7避免投資者常犯的10大錯誤。本章針對追熱點、盲目高槓桿、過度交易等高頻失誤給出避坑指南，並附以行為金融學解釋，提醒讀者保持理性。8理財從娃娃找起。作者強調財商教育要前置，通過零花錢管理、公益捐贈、共同記帳等方法，讓孩子在實踐中理解金錢價值，形成健康金錢觀。9遵循12條戒律，吸引巨大財富。這些戒律涵蓋保命第一、量入為出、終身學習等生活化原則，意在把理財思維延伸到整個人生管理。10案例復盤。最後一章選取3位讀者真實案例，從收入結構、目標設定到資產配置，全流程示範如何把前述工具落地，並通過復盤持續優化。3方法論與實踐工具。1復盤4步法：回顧目標、評估結果、分析原因、總結經驗，讓每一次投資或生活項目都成為下一輪迭代的素材。2刻意練習3要素：專注、反饋、糾正，將技能提升納入量化軌跡，提高升值效率。3能花錢與會花錢區分。作者以白領小 B 過度消費導致月光的場景，提醒讀者把支出分層為必要、重要、衝動，再用賬戶體系約束。4投資工具速查，信用卡、國債、可轉債、基金定投等均附有適用人群與風險提示，方便讀者按圖索驥。4全書亮點與啟示。理財即理生活，作者把金錢置於人生全景之中，強調先保命，後增值，再享樂。操作性強，從記帳模板到4大帳戶比例，再到目標分解表，讀者可直接套用。女性視角，書中多次提到女性在職場、育兒、養老中的特殊風險，以及如何用財務手段對沖。終身學習理念，通過刻意練習與復盤，讓理財成為自我成長的持續動力。結語：理財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場馬拉松式修行。
作者用親身經歷告訴讀者，只要先確立正確價值觀，再借助系統化工具持續實踐，就能在時間的複利與自我升級的乘數效應下，逐步邁向真正的財富自由。應用篇：要把書中的理念真正轉化為自己的財務行動，可按價值觀、體檢、目標、賬戶、配置、工具、復盤7步走。首先，樹立正確的財富觀。財富自由是讓金錢成為實現自我價值的槓桿，而非單純追求巨額資產。接着做一次徹底的財務體檢，記錄收支，計算資產成長率等於資產變動額，期初總資產，這能讓自己知道錢到底有沒有替自己工作。同時，按照4321法則預留3至6個月生活費作為應急金，其中40%可用於投資，30%覆蓋日常開支，20%存為活期或貨幣基金，10%購買保險。體檢完就有了基線數據、流動資產、負債、保障缺口。第3步，用 SMART 原則設定短期、中期、長期目標。例如3年內買房首付款，5年內創業啟動資金，10年後退休養老金。目標明確才能選對工具。第4步，搭建4大賬戶，安全賬戶應對突發事件，時差賬戶利用短債或貨基獲取適度收益，退休賬戶承擔股票等長期波動，夢想賬戶用少量資金試水高風險高回報項目。資金分配隨年齡和風險承受力調整，但始終維持緊急又重要資金的絕對安全。第5步，資產配置要分散，股票與債券打底，大盤與小盤互補，再輔以黃金、房產等低相關資產，避免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如果只會買一隻股票或盲目炒幣，就容易陷入集中風險的陷阱。第6步，選用操作簡便、門檻低的工具。公資自動或轉做基金定投，利用指數基金覆蓋滬深300和中證500，閒置資金購買銀行理財或國債，小額資金通過互聯網平台分散投向貨幣基金、短債基金，實現專款專用。每月復盤一次，查看各賬戶收益與目標差距，調整配置比例，這比盲目追逐熱點更能穩定複利。最後，把理財融入生活，把保命第一、量入為出、終身學習當作日常決策準則，讓孩子參與家庭記賬，培養下一代財商。堅持幾年，你會發現自己不僅積累了資產，更養成了用數據和策略解決問題的習慣。書中的方法因此不再是紙面知識，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金句篇：以下10段熱門劃線金句，幫助你每天提醒自己什麼是真正的自由、獨立與財富觀。普通人致富的3大要素，包括努力賺錢、學會花錢和投資理財，這3項缺一不可。我突然意識到，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而是你不想做什麼就可以不去做什麼。查理·芒格曾說，走到人生某一階段時，我決心要成為一個富有之人，這並不是因為愛錢的緣故，而是為了追求那種獨立自主的感覺。能夠明白自己想要什麼，然後斷絕對不需要、不應該的執念，這才是更大的人生智慧。不會那就學，不知道那就查，不擅長就把它做到擅長，不去嘗試，怎麼知道不會成功呢？但你可能忘了，金錢的首要作用是為生活提供保障，沒有儲蓄，就沒有抗風險能力，這樣的有品質的生活並不能長久。女人終其一生最應該考慮的，並不是要嫁給某個人，而是無論結婚與否，都追求自己人格的獨立。關於自由，更好的解釋大概來自哲學家，自由是你不想幹什麼就可以不幹什麼。如果買房對你來說是剛需，那麼無需觀望，也不要苦等房價下跌，即便那有可能，也是很遙遠的事。早一步踏入10萬俱樂部，就早一步進入100萬俱樂部。一旦擁有100萬資產，那1000萬資產就會在不遠處。